不就是每个学校都有的谈恋爱的地方吗？那你之前也跟那些暗恋你的人来过？才没有呢！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这么巧，我也第一次。知道我刚才跟蒋爸说什么了吗？嗯。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以后1秒都不想分开。好。若隐若现，那份腼腆，记忆写满的明信片，最爱的奶茶烟火的公园，每句话刻画在心间，想陪着你慢慢穿越这个夏天，情绪渐渐，原来你暂时走开的那一个瞬间，我心不在焉。雨会让我看清的些，梦境真实的细微，你多美你都没发觉，感谢时光缔造的一切，亲密感是凝望你的眼眸，终于彼此双手在焦点间交错，你是我最小确幸的生活，多少的浪漫沉淀，让甜蜜有了画面。怎么睡这么久？我们到了。几点了？钟真。表姐，你跟我老大在一起吗？又找你老大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出大事啊！三床家属把医院告啊，顺便把老大也告啊。什么？看来得回家挨骂了。爸，院长都跟您说了。你自己没有受伤吧？一点皮外伤，已经好了。医院内部现在怎么处理的？停止检查。多长时间？这还说不准。我听说这件事闹得不小，有些报道有失公允。你自己把心态调整好，积极配合医院的调查。这我倒是不在意的，那些舆论当中都是乌合之众，我只不过是他们宣泄情绪的靶子罢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好。爸，您不责怪我吧？作为父亲，我不鼓励自己的儿子打架。作为前辈，我也不支持晚辈打架。但是同为医生，我倒是觉得你没有什么大错。但是你要记得呀，你是温家的孩子，那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我不能偏袒你。这次是我太莽撞了，以后不会有性子来了。那这一阵子你就好好休息休息，全当韬光养晦了。哎呀，韬什么光呀？啊，少卿已经够稳妥的了，我看比你省心。哎，别给孩子增加什么负担，待会儿饭都吃不好。妈，我又没有教训他，就是开解几句。况且我这也是鞭长莫及，我能拿他怎么着呢？知道就好，挂了。哎妈，你爸他人老了，话多。